平均75岁的老人家爆发的活力，竟然可以让苗栗头份镇的刘东里有了新的气象。感动时刻的镜头，这一回要跟着苗栗小乡里的志工们造访他们一手打造的天地。古朴的氛围之下，鸟语花香，更有浓浓的客庄人情味。拿起镰刀利落的削竹片，尽管满头白发，但是苗栗流东社区志工照样低下身子，只希望能替自己的社区尽点心力。你尽一点心，我尽一点力，点点滴滴累积起流东社区的新貌。从猪圈废墟中脱胎换骨，这让社区的议员吴梅兰很是骄傲。这个地方原本是我们社区一个很脏乱的地方，那我们就是说是利用请这个地主提供出这个地然后利用一点点的经费，由社区所有的人共同来把它整理干净。拾级而上，古色古香的房舍就地取材搭建，一旁莲花池更添意境。每一次仰望，每一个转角，都能让人感受到客家勤俭质朴的特质。当初是看到社区有这么多的老人，然后这些老人家都在家里不是看电视就是睡觉，那不如把这些老人家聚集起来，然后让他们做一些比较轻松，然后自己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有了灵魂人物掌舵，苗栗流东社区更有活力，婆婆妈妈当然也不缺席。这会儿正七手八脚的准备中午要犒赏大家的客家汤圆。团结力量大，不一会儿功夫，20多公斤的汤圆搓好了，准备下锅来煮熟。小小厨房里，大家分工合作，忙碌中却很有节奏。看看菜色好丰富，而且这可都是婆婆妈妈的心意，不拿半毛钱。倒是这菜肴是哪一家的爱心贡献呢？白板上用画的给你看。这个是地瓜叶，这个他属母的，是那个茄子。中午时分，这充满爱的午餐，可是让大家伙吃的脸上充满笑意和满足。吃饱了，来些娱性节目，客家歌谣大声哼唱。尽管这里志工平均年龄已经75岁，但是活力十足的歌声流荡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活动中心。这块牌匾就见证苗栗流东社区的客家精神、活力和新生。流东社区里的志工屋瓦砖墙亲手打造，客家汤圆用心搓揉。75岁的不老心让吴梅兰骄傲，让外地人惊艳，也鲜活了感动时刻。